哦，这有机蔬菜的哈，哦，南瓜的哈，枣子的哈，那个柠檬的、金蕉的、菜刀啊，哦，这看红姜菜哈，看，你看假日市集，柳营泰康有机农场呢，很有创意啊，这真正呢。有机栽培的植物，你看这蔬果，你看真用心的，哎呀，功夫一流的嘞，哎呀，好棒，一流，对，好用心有机栽培李豪哲先生，柳营区4山梨山卡48之2号，这柳营太空有机农场，赞，这里假日市集。嘿嘿，来这边摆摊不错的，嘿嘿，感恩。